今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，早暗伫立法院表决，搁一摆无通过。调野协商了后，即摆有达成共识，是要请行政院长杜英台伫明仔请三党的党团来见面，来做伙讨论解决的方案。也若增减基础建设第5期的特别预算，这条钱这个案是有通过的，顺利交付委员会。 行政院就进法补偿、公粮收购健保点之3项涉及相关法律规定及决议重新检讨，于113年11月7日之前修正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。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也是卡条的，调野昨启动表决大战，那被两党立委6辩联手，用58票对民进党的48票，搁再封杀总预算案。不过，渐渐第5期建设特别预算案703票，表决的结果是出席106人，赞成也106人，发函交付委员会审查。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5期特别预算案。 照民进党党团、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通过。本来就是有希望啊，结果总预算案搁再卡掉的。调野关心的原住民进法补偿争议，行政院长杜英台讲，用基金上方便，对家预算是争议较少。调野协商了达成决议，办事进前由行政院长邀请立法院调野党团见面，参详解决的方案。我认为追加预算可能是大家争议比较少的，大家如果有共识，明年我们编追加预算会有朝这个方向来做。公教人员调薪3%，如果总预算持续这样冻结在那个地方不动，那院长我们打算怎么办？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目前遇到的困难。 行政院讲尊重立法院的决议，办事会继续用上大的诚意，邀请立法院调野党团协商沟通。不过，也是有真侪牵涉到国安、农民权益一寡新增加的计划，就会总预算案通过才法度执行。尤其晚年啊，明年度军公教人员是毋是有法度顺利调薪3%，嘛是爱总预算案通过才有法度核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